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多少钱啊？多少吧？一百，来，小哈，哈，我快点来哈，啊，干不干？干不干？别。苗呀，苗呀，莫艰苦啊！你无听过人讲一句话，天涯何处无芳土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既然苗呀看你无起，嫌你无志气，你莫插你，互伊后悔，讲当初时目睭去顾着喇叭，无嫁互你。啊，你是咧黑白讲啥？明啊，那是阿土的话吼，你莫甲听。伊这阿干嘛派去小倒去啊？讲话袂输，拢咧放臭屁的。阿讲啊哈，这比会个性我同了解。你莫看伊话了足温顺，其实你足有个性，啊讲家己的主见，我甲你说，你心内爱人，啊个你。你怎样？啊，若既然是安尼，伊先仔要离开我找一定找5年，找到足艰苦的。加在即摆天公伯可怜我，我去当家伊。对，你若讲到这，都讲到重点啦。明辉啊，啊这5年你都已经等过啊，啊搁加等5年是安怎呢？啊，这美辉若是属于你的吼，你搁甲安怎走拢走袂去啊？若假使伊无属于你啊，你甲强兵嘛无路用。哦，安尼对，听我的话啊，哦，你趁钱的时阵，好好找一个头路，好好拍拼，认真趁钱，加欠一寡钱。啊，等有一天美惠若肯回头的时阵，啊，你经济嘛有基础啊，对吧？啊，迄个时阵，恁就挺好，随时建立属于恁美满、幸福、温暖的家庭啊，安尼唔该好啲啊，吼。那个无酒。阿公你家，入冬吹时啊，吼，你用去大扫的时阵，哦，啥物魔术我拢用过啊呢？你啥物送花啦，徛花饼啊，结果拢嘛无效。结果安怎你知无？我想想唔对，所以我唔再去找因老母，学煮面，学做卤菜，啊，搁开面搭。嘿，等我经济有基础的时阵，你知安怎无？换阮丈人母嘛吼，拜托我爱娶阿准啊咧。爱学吼，这波爱学，爱给学者。来，赞，我敬你。赞哦。美美小姐，啊，你看安行咧？来，你较坐坐吼。玲玲小姐，玲玲
要送啥物互恁遮好？这下苹果你收起来啦，摕去洗洗，切互恁小姐食。美丽小姐，啊你人来就好啊，你若得搁买物件来啦，你互你破费较会好啦。来啊坐啦。这呢阿妈是啥物人来？你来要创啥？丽丽，我有几句话想要甲你讲，讲煞我就走。你放心，以后我绝对袂来搅扰你。小姐，还有这苹果哦，搁不煮啊重嘞，我看一定做有食的。我摕你来内底吼，安尼呢切切的，连面芳出互你食嘿。你遐坐坐，你遐讲话嘿，我先出来啊。丽丽，我甲明辉已经讲好啊，以后我绝对袂搁来甲伊见面啊。我无兴趣讲你，我即摆心内只有一个。你若是无其他代志，你安尼请。今日不管你安怎赶我是一定要将话讲互完。我甲明辉是伫读高中的时阵熟识的，这段感情来了真紧，去了搁较紧，因为经过无偌久，阮妈妈就破病啊。为着阮妈的医药费，我只好休学，去工厂找头路。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无搁再甲明辉见面啊。即遍会搁再见面，会用讲是巧合。丽丽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绝对袂搁再甲明辉见面啊。你即摆是咧同情我，还是咧可怜我？你明明看我想无起，无毋对，我介意明辉。我嘛知影讲你生气在明辉，啊，毋过这无代表啥，无到最后，也毋知啥物人会赢，啥物人会输。丽丽，小姐，你搁切好啊咧？你看，哇，菜搁煮搁好食，食看卖啊，紧。明辉啊，好起来食早顿啊诶！明辉，明辉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啊，大火是要去倒位啦？啊，拄仔厝诶都好好伫诶，你是安若要搬出去啦？是毋是恁阿爸搁甲你骂？哎呦，你无知影讲吼，恁阿爸迄个性地，啊，莫会插你就好啊，哈？妈，阿爸伊无甲我骂啦，是我家己想要搬出去住。啊，无是安怎啦，哈？这张批恁若看煞，你甲阿爸袂了解。哎呦，看啥物批啦？你着亲嘴吼，甲妈妈讲啊，是毋是妈妈对你无好？哈？妈，就是因为你对我伤过好，我才会想要搬离开这间厝啊。妈，是的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妈，遮济啦。我是想讲，要趁家己少年的时阵，出去外口家己打拼。你答应我好唔好？明辉啊，啊你毋是答应恁阿爸，讲要去伊个工厂上班，啊是安怎遐紧就反悔啦？毋是我咧反悔啦，实在是我真正一点仔兴趣都无。妈，你嘛看会出来，我对阿爸去上班嘛，几若日啦，实在是无才调甲斗相共啥物。每次安尼对出对入，我感觉家己足无路用的。你哪会要安尼想啦？人恁阿爸嘛有甲我讲呢，啊最近哦工厂咧出货都比较无闲，啊伊毋则无时间好教你。等下工厂出货了吼，啊若拢无闲煞时哦，伊就要亲身哦带你安尼每倒一部门吼，拢互你了解。啊人伊嘛有讲哦，你若完全了解时，这间工厂哦，就拢要交互你去经营安尼。问题是我对这间工厂都一点仔兴趣都无。妈，我知影你上听我，你替我去甲阿爸讲一声，互我家己出去打拼好唔好？明辉啊，我甲恁阿爸，敢若生你这个孤后生尔。你若是真是讲哦，唔去接这间工厂，
安尼恁阿爸规世人安尼辛辛苦苦，毋得白费啊！妈，话就毋是安尼讲一个。阿爸因工厂内底遐济优秀的员工，交予因来经营，一定比交予我搁较妥当。妈妈，我向你咒绝啦！这回你互我搬出去，我一定会好好啊打拼，袂互你甲阿爸失望的。你要找别项工课吼，妈妈是绝对袂反对的啦。啊是讲，嘛无一定都爱搬出去啊。明辉啊，你是毋是为着迄个吴丽玲迄个查某囡仔？妈，你是想对对去啊啦？我甲伊真正是连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是惊的吼，阿爸特别若撞着我，就一直拢念袂煞。万一我若是甲伊起啥物冲突，你夹伫中一定是足为难的啊。妈，我来走啊啦，你家己的身体要较保重的呢。明辉啊，我若是有闲，我会定定转来看你啦。明辉，明辉啊！你我看这要创啥？这是我大学的毕业证书，这是我5年来的成绩单。这张批是我大学教授写的推荐函，请你过目。丽玲早就甲我讲你日后的成绩袂歹。我也是问你讲，你互我看这要创啥？我是希望阿伯当考虑，让我入你的公司为你工作。啊？你要来我的公司上班？是的，我会拍拼工作，绝对袂让阿伯你失望。我听讲你甲美惠丽玲的中间也有一寡感情的代志。丽玲甚至为着这件代志搬出外口住。你今日向我提出这个要求，敢袂感觉伤过超过？阿伯，我知影丽玲对我有淡薄仔误会，也毋过我家己会向伊解释清楚。感情的代志，毋是3两句话就解释会清楚。啊，处理无好势，不但去伤害别人，甚至带来你终身的危害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感情上是拄着真侪曲折，一直到即摆，为了这个爱情的债务，要你付出这个代价。是讲，强强我一世人，永远付袂清。但即摆有悔啊，所有的一切拢体体互命运。其实这种做法，是一种刀片现实的做法。假使少年时阵，我若样把所有的代志，都袂去伤害遐尼侪无辜。明辉啊，你讲我安尼讲对不对？阿伯，丽玲甲美惠拢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无希望有任何一位去受到伤害，你了解？阿伯，我了解。所以我是希望我家己2年的时间，把所有的精神拢下在工作上，感情的代志，用时间来证明就好。听讲你毕业了后，一直拢无工作，这是为啥？即摆社会伤过现实，大家拢咧争名夺利。我当地几个建筑商，因重视的毋是我的工作能力，真的是希望我会当偷工减料，提升我成本。这个违背良心的代志我做袂出来，所以才会。你安做是对。虽然讲在商言商，做生意的目的是为着要赚钱，该赚的当然爱赚，无应该赚的1仙5厘嘛袂用省。尤其是起厝建筑这个行业，一定要有原则，绝对袂用马虎一。要若无咧，带互后代子孙是真大的伤害。是的。我经营的理念一直是信誉第一，品质第一。虽然讲公司的规模不是真大，但是啊，
我真欣赏参照你这样正直有为的少年。来，欢迎你加入。多谢你阿伯。范水弟，好茶。我甲你介绍下，这地经理是咱公司的元老，伫我身躯边已经20多年了。你若有啥物唔捌所在，你直接请教伊。有影，这位曾先生能力甲学问拢袂歹，我是请伊来甲你斗相。哦，欢迎欢迎，曾先生，以后我辛苦你了吼。地经理，你我明辉地赛，以后请你多多指教。明辉啊，我看你怎啊坐这位好。是。有影。啊，咱公司最近有新标一个案件，我总是感觉这个设计啊，淡薄仔无甚理想。我呢，你调这个明辉啊，重新搁再研究啊。哦，是。妈，这个案件你家己来哦？阿头啊，嘿嘿。啊哪会你家己一个人伫咧厝诶啊？啊明辉咧？妈，阿明辉哦，透早就去上班啊啦。去上班？嘿啊。哈尼紧就找到头路啊？啊伫咧倒个公司啊？是啥物款的性质的事务？这我嘛无偌清楚啦。我知影是去丽玲因老爸公司上班啦。啥物啊？去丽玲因老爸公司上班？这个囡仔吼，喵，我气死的啦！妈，你莫受气啦。咱明辉安尼做嘛无唔对啊。无唔对，你去死啦！阿土啊，你即摆带我来，我无来甲明辉教训一下，要哪会用的？伊互我这做老母的吼，实在是足失望的啦！伊明明就答应我讲吼，我含这查某囡仔来哦，啊，拢是咧骗我的啦！妈，你莫受气啦。坐啦。其实吼，明辉无咧骗你啦，伊是去丽玲因老爸公司上班尔，而且吼，伊介意的毋是丽玲啦。你是讲伊无介意丽玲，啊无伊介意啥物人啊？妈，我嘛唔知啦。阿土啊，你还佫讲唔知？你紧甲我讲，明辉哦，到底是介意啥物人啊？我讲啊！叫你讲，你无听会晓？啊，好啦，我讲啦，迄明辉哦，就是介意丽玲啦，即米辉啦。米辉？啊，我毋是听人讲，吴丽玲是一个孤查某囝，啊，伫当时佫孵一个大姊出来。煞毋知影吼，米辉因老母吼，旧年才嫁予丽玲因老爸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因即摆两个算起来算姊妹啊。啊，安尼，阮明辉啊，毋就去爱着一个地球后的？这个囡仔吼，实在妈，你啥啊？妈，你看你这个人妈。我靠！这啥人明辉哦，知影这件代志拢我是甲因老母讲的，我一定会叫念头亲家。董事长，听讲你咧找我？有影，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无闲处理。哦，董事长，我来。来经理，明辉啊，再坐讲。你修订的这个设计图甲时间计划，我已经详细看过了，袂歹，甲我原先所想的拢同款，差不多。你全照这个计划落去实行。是董事长。等，明仔载啊，
你着带这个工地主任甲相关的人员，工地小顺看看。是。有需要的费用啊，我会交代你个会计室。你下班的时阵过领去。多谢董事长。袂会啊，好好啊做啊。我知，多谢董事长。哎，别会啊，来，你过来坐。李经理，啊，请有代志哦。哦，别会啊，你当处长吼，看起来安尼真器重你啦。你安尼爱好好啊表现一下，以后吼，公司哦，拢准备靠恁遮少年啊啦。唔通安尼讲，李经理，后摆真侪所在吼，爱请你甲我指导。放心，不用这里哦。阿妈，你感觉意外是无？无啦，无，只是无想到，确实是有寡意外啦。我伫阮爸爸公司上班，应该是真正常啊。对，对啊，那是当然的。你是毋是要来请工程预付款？对，请你将传票给我。谢谢。